到宜兰的大同乡，有袂少的山猴走到高丽菜园囤大只高丽菜，互农民是真伤脑筋。过去捌放过假人，或者是放冲天炮来赶猴，即摆农民是出奇招，挂这个放送头，大声来放送，提醒这个山猴，讲安尼已经违法了，唔通阁来白食白啉。安尼透过放送头，甲山猴来警告，互人是听甲笑甲巴肚疼。规日山猴伫树仔顶食啊真欢喜，腌牛食拢是拢有规年的心血，为了要甲因哈走，有菜农出奇招。全部离开，全部离开！你们这些猴子，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你们一直来吃我的高丽菜，然后都不付钱，你们一次来就给我吃20-30颗子。传甲真大声，袂输你警告，其实这是菜农的心声。你们这些猴子已经违法了，刑法第87条，他以侵占他人财产。远看过这高丽菜准备要采收啊，不过和山猴抢先一步吞大了，菜农是忍无可忍，用放送头录音赶这山猴，佮提出法条，虽然刑法第87条，甲侵占他人的财产无关系，不过伊的创意甲趣味的手法，铺上网络了，引起一个网友的讨论。真嗨！山猴伫宜兰县大同乡高岭的青菜区，这是国内上大热天的青菜产地。附近种的金瓜甲西瓜，拢互山猴当作是点心。因过捌有人用冲天炮，也是假人，不过效果拢真有限。跟政府申请电围网，然后驱猴炮，再来就是人也要在那里驻点去防治。到底用倒一步才有效？都要搁试看卖。菜农对来讲，都要看天公伯的面色，都要搁甲这山猴拔头空。种高丽菜真正是无简单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